后来，过来这件事，花莲县长徐真伟昨日的社群平台大会宣布，讲公复水电志工的群组解散，这是引发到水电志工的不满。志工讲，县政府大为公告的行为，会互人误会讲志工团体是由县政府组成的。事实上，因拢是主动来救灾的，讲县政府根本就是借花献佛。另外，县政府的铺文有提供到业者的名单。网友质疑是毋是有独立厂商咧？县政府是强烈来反驳，讲只是提供名单，互民众会当自由选择。水电师傅清土刷接电线换新的开关插座，伫咧花莲邦山湖1楼地载过有相关专业的水电职工，主动到公复救灾到修理，如今所看到这一篇铺文。花莲县长徐真伟昨铺文讲到，目前水电修理工课已经到一个坎站，志工群组正式解散，和志工真不满。那是心情很不好啊！这个徐正伟县长在 FB 这样子讲，好像搞得水电志工是在号召的一样，是我们自己号召，全台湾民间自发号召的水电志工。水电志工嘛讲，第一阶段修理工程做煞，群组才解散。不过想要到因煞是用人的头。人的表根本就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，在借花献佛。那水电志工的温暖的行动，已经告一个段落，所以我们只是在脸书中来转达。官府嘛针对铺文内底提供相关修理业者的名单，叫网友质疑敢有独立厂商。我们现在说，我们是提供媒合，让你知道你化粪池要修。你门窗要修，水电要修，这些是民间合法立案的行号，是请所有受灾户依你的需要，谁图利了，谁图利谁了。面对灾后中间的久长之路，花莲县府讲只是提供灾民更加侪选择，那后续修理费用嘛是爱由业者和民众家己去瞧，敢若希望帮助灾民赶紧恢复正常生活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